以前有一个自称是台气系学生，预测到风台，讲台北至少会下2天的风台假，无就要请大家食鸡排，结果一天拢无下到。原本讲昨中昼要请食鸡排，现场内400个人排队，但是当事人无出现，结果是台地理系出面来收尾，讲要请350杯饮料。卖饮料的业者亲身来证实，讲这是真的哦。台湾大学是强调讲，因无法度确认到破文者的身份，请大家爱明辨网络消息的真假。店员无用试试，边个有民众伫咧排队，不过到底是虾米饮料人气呛滚？原来是有台气系学生预测风台假，讲若休假特别来上好康。9点多还是10点出左右，我正确时间有点忘记了啦。我朋友传给我，那我才知道的。不过这一边的金主不是台气系，是地理系，讲台气系的这篇文地理系来出。今日中昼伫咧台北车头一间饮料店，要来发300杯凉虾。济人无食到鸡排，心情应该真压榨。原来是有一位讲家己是台气系学生，伊测风台假失败，特别来发鸡排。真济人到台报警头前，争其学生讲会到做会到，想要告说是一场空。会不会担心这个？想说路过好玩嘛，好玩来玩一下，这样就好玩啦，嘿。会不会想看这个大气系的同学是谁？有点好奇。朋友找我来的。会想看这个大气系的同学是？大气系会好奇啊。落尾有一位讲家己是当事人的来破文回释咧，讲伊毋是台气系，嘛毋是台学生，是其他学校嘛已经毕业啊。会做这个代志是家己要上头尾上过头冲锋，希望这件代志赶紧煞过。台是讲毋知影是啥破文的，学校主要是伫咧教材和研究，无鼓励嘛无支持无经过核准的活动。那必要是会以相关规定来甲囡仔考控规划，或者是甲因主动。希望各界看网络的信息，有影无影，拢爱斟酌详过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